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嚟睇一個咧我嘅影片未出現過嘅地區，就係黃竹坑區啦。咁咧黃竹坑咧一向咧有呢個富豪工業區嘅稱號，可以想象咧呢一度真係臥虎藏龍。政府咧呢幾年咧喺度大力打造呢個區嘅發展啦，除咗開通咗呢個港島南嘅支線之外啦，都見到有好多咧豪宅啊落成啊，成個地區咧隨住咧舊年咧就 Southside 商場開幕啦，已經不知不覺間咧形成咗一個10分鐘嘅生活圈啦。哇！呢度咧俾人感覺非常之舒服，非常之放鬆喎。哇！原來側邊咧用咗咁多木嘅元素，個空氣咧都感覺零舍清新，好似係置身喺森林入邊咁。呢棟大廈嘅地理位置咧都非常之好嘅喎。頭先咧我哋喺咧黃竹坑嘅地鐵站咧嗰邊咧，沿住個天橋咧一路咧行過嚟呢一度咧，行2級樓梯咧就直到呢個大廈嘅入口。嘿，你睇呢棟大廈咧，仲要係呢一區唯一一個直通地鐵嘅商業大廈。呢棟大廈咧，佢嘅業主咧同我哋上次介紹嘅 KC18咧係同一個集團嚟嘅，都係金寶集團嘅。大家記唔記得啊？上次咧介紹過咧，金寶集團咧佢哋非常之支援咧，同埋非常之樂意咧去協助一啲嘅本地嘅藝術團體。咁呢一棟大廈咧，佢哋早前咧就搞過一個小型嘅音樂會，有呢啲嘅藝術團體嘅參與咧，可以令到呢個大廈咧更加咧富有呢個藝術氣氛啦。大堂呢一邊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已經有2間餐廳進駐咗。呢邊有間西餐廳啦，後邊咧聽講咧係一間咧米芝蓮級嘅小籠包嚟嘅。呢棟大廈咧其實佢有2座嘅喎，佢一座咧就寫字樓啦，另外一座咧係服務式住宅嚟嘅。咁呢個佈局咧可以令到呢個大廈咧更加多人流啦。嚟到今日嘅主菜啦，今日咧我其實重點咧想帶大家睇呢個嘅非常之有特色嘅複式單位。好靜喎，咁近馬路，一啲噪音都冇嘅。哦，原來咧根據業主資料咧，呢度玻璃咧係用咗3層嘅玻璃，所以完全隔絕晒外邊嘅噪音。5樓呢一度咧，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特色嘅喎，就係咧呢個咁大嘅特色平台啦。咁大個平台，大家想象下可以攞嚟做啲咩？5樓呢一層嘅面積咧，大概係4268尺，而我哋啱啱講嘅尺數咧，原來仲未包外邊呢一個咁大嘅特色平台嘅喎。呢個複式單位咧係有來自樓梯，咁我哋上到嚟呢度6樓咧，個單位嘅面積同頭先差唔多咧，都係4200幾尺嘅。咁2層加埋嘅總面積咧就係大概係8536尺嘅。呢棟大廈嘅單位咧就好似呢個咁咧，全部咧都係非常之方正，冇柱位嘅喎。而我哋啱啱睇呢2層咧都係冇裝緊樓嚟嘅。我陣間帶大家睇一睇樓上一個有裝修嘅單位，睇睇個感覺係點樣樣嘅。我哋嚟到呢一個咧中層嘅示範單位啦，大家可以睇睇，哇！原來淨係地下咧鋪咗個木地板啦，個感覺已經好唔同噶咯喎，感覺呢個單位已經係隨時用得噶啦。咦？嗰後邊咧咁多道門咧，究竟係啲咩嚟嘅？我哋望一望啊！哦，原來係內置洗手間嚟嘅。每一個全層單位咧都有4個內置洗手間嘅，而且都係跟翻呢個標準設計嘅。我哋轉翻出嚟咧，可以睇翻咧個全層單位咧，其實都有2個門口嘅。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咧分間開做2個單位租用嘅。呢棟大廈嘅基本配套已經齊備㗎啦，可以見到咧冷氣機裝咗啦，24小時運作嘅。咁呢樣嘢都可以符合到好多唔同行業嘅需要嘅。另外咧，單位嘅電箱都係大嘅，係3相大電嚟嘅。呢棟大廈嘅租戶咧都非常之多元化喎，有呢個律師樓啦、則師樓啦，甚至連呢個香港大學醫學院咧都進駐咗嘅喎。咁大廈咧呢度配套非常之好，佢哋提供咗咧一個咧 business centre 咧俾啲租戶享用嘅。而呢個商務中心咧都可以提供到額外嘅會議設施咧俾樓上嘅租戶用嘅喎。咁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小型嘅會議啦，咁可以需要一個清靜嘅地方咧，咁絕對可以喺呢度做啦。商務中心嘅呢一邊咧係需要拍卡先可以進入嘅。如果有啲公司咧需要咧額外嘅會議場地啊、搞研討會啊咁樣咧，咁就可以咧提前預約呢一度就可以使用呢啲設施啦。我哋嘅 YouTube 已經超過10分啦，多謝支持。哇，好嘢，正！咁咧呢個咧可以見到咧呢個會議設施咧做新聞發佈係最啱噶啦。呢度大概可以坐到60人左右啦。咁如果咧打開咧呢個周邊嗰啲間板咧，咁總共咧呢度可以坐到100人，做一啲大型啲嘅會議咧都完全冇問題啦。而
而牆邊呢一邊咧，仲有一系列嘅會議室喎，咁啊大細不一啦，咁可以見到呢一間咧就比較大啲嘅，咁租戶有需要嘅話可以隨時租用嘅。呢度通道呢一度咧，而家係一系列好靚嘅掛畫啦，咁如果租用呢度嘅會議設施咧，啲公司如果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將相應嘅啲產品嘅資料咧掛喺呢一度通道嗰度。而呢個會議室嘅 setting 咧就好啱開一啲嘅公司嘅內部會議啦，好似嗰啲月會啊、季會啊咁樣咯。大廈都提供咗停車場配套俾租戶用嘅喎，咁可以見到咧呢度入車咧非常之方便嘅。我今日介紹呢個 Metro South 呢個寫字樓係咪非常之正啦？個配套好好啦，有會議設施啦，交通又非常之方便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隨時聯絡我，我係利嘉閣工商部嘅 Lorraine。